比特幣具有好多科技公司早期投資者嘅特徵，我之前都冇意識到呢一點，直到好不幸咁，我上咗你啲節目，然之後被天曉得有幾多個唔同嘅比特幣支持者圍攻。再講一次，我哋比特幣上面只有好少個位數百分比嘅投資，就係咁多。我唔係比特幣嘅棋手，但係我學到嘅係，亦令我好驚訝嘅係，比特幣擁有一大群非常非常聰明同老練嘅信徒。而且而家當我考慮抗通脹工具嘅清單時，比特幣所具備嘅優勢就好似早期投資 Steve Jobs 同 Apple 或者投資 Google 咁樣，你擁有一群，順便提下，呢群人係來自全球各地嘅群眾力量，佢哋致力於推動比特幣成功，令佢成為普及嘅價值儲存手段，甚至係交易工具。佢最基本嘅層面上，所以我從未見過有一種抗通脹工具，除咗本身嘅功能外，背後仲有啲強大嘅智力資本支持，所以呢點令我對佢嘅前景更加樂觀。如果你睇下，如果你做多2年期同30年期債券，你實際上喺度沽空債券市場，呢個係你哋抗通脹手段。你其實係賭緊人類嘅謬誤，而唔係人類嘅智慧同創業精神。所以我而家比起當時更加鍾意比特幣。我認為比特幣而家仲係處於起步階段。